后背有要紧吗？今晚无代志啊。哎呦，好佳哉哦，阮厝拄转来，啊若无吼，阮害啦。对啦，你毋是有看到迄两个贼仔？你敢有看清楚是啥物人？是有看到啦，看无啥清楚。毋过敢若面熟面熟。啥面熟？本厝啊，你的伤安怎无？我不要紧啦。啊，你就到拆掉啊？医生讲空3个月，速速甲拆起来。哦，无要紧啊，安尼我就放心啊。哎呦，啊，这两个死查某吼，毋知道偷摕啥物物件去无啦？我有看伊摸一打酒。啊，你阮知影查得像啊啦。没有，没有，像啦，没有啊，惨了，救了，救了，走，走，我救人啊！这跳过代志你走袂出。好，慢点拍，我看人出代志，你莫见就好。我跟他讲嘞。再见，再见，救命！再见，救命！再见，救命！你是厂长，但这个所在小吧，你敢来刚刚有这头家？啊？你甲我话当耳康风，带咱的这拼阵，安怎？叫是家己是骨头老大，无天无地，这是码头，是有规矩的所在，袂当去相受啦。阿狗甲飞机做煞变小囝，造成火烧厝，差点烧死人。今日就算你要甲白仔收转去，我要讨一个公道。你讲的当是真的？是有啦有，是啊，为什么无错？阮是有人看到，会当证明的哦。什么人看到？阮什么拢无做嘛，一定是你买通别人来害阮。陈姐，是这个，你叫阮保护阮，你替我做一公道啦。讲什么话？我甲你讲，互你生气的人无死，你敢敢当入面甲对质？迄老伙仔没事唔食花，是要安怎？我自头到尾，拢无讲伊是老伙啊，你免来知影。我一再原谅你，你却唔知好歹，干哪去囡仔叫？我再见，再见，给我开始，再见。啊，头前，哎呀，大家拢猜无赢，那就拢来啦。哎，大家吼拢安足关心的啦，啊，你若把握较好无啦？搁伫观察。阮阿母是喺问干妈店的代志啊。哦，啊，干嘛店哦，人家少年啊，拢变甲出清气的啦。多谢恁大家，互恁安尼照顾，我实在。后壁是咱的时代，会当替伊尽一寡力，阮大家拢足欢喜的啦。感觉店就到所在小气啊，阮会赶紧买了来甲收钱就好啊。唔免修理啊，开干妈店嘛无咧趁钱，我嘛较好就近照顾你。金兰，这件代志免叫伊决定啊，等后壁情形再讲啦。时间无早，啊，不然先转去，好好别好好休困啊。你嘛同款，过几工你嘛忝啊，先转去休困，我来顾就好。袂用的啦，你明仔载搁爱上班，安尼哪有真实？青红兄，这2天你嘛无啥困着，安尼啦，飞弟，我即马无上班，你嘛转去休一下，后壁我来顾。好啦好啦，你嘛莫伤忝啊，吼。文厝，多谢你。
好嘛，你放心嘛，后壁我来顾。好啦，我负责送大家回去，好嘛，就交你来送。我想到你逆送啊，因若伫个，你就毋免遮尔辛苦啊。但是即摆甲迄个查某嘛毋知影走对倒位去，一点消息都无。你免烦恼啦，若是有啥问题，逆送就等来找你甲套上啊。我想，伊两个真安尼花开就该真好。希望是安尼啦。一定是安尼啦，无定着过无偌久，伊就抱一个囡仔回来叫阿公阿嬷。我要病来看后背，我先来啊。啊，哈，你甲看，你囝婿我友好啦。哎，青哥啊，来来来，啊，你昨规暝拢无困，小困一只去呢。知啦。老早。好早。哎，我是狗。那面我是狗啊。狗毋是爱对咯。你是讲啥？因两个行错位，你看无？敢有影？人徛喺路顶骹，敢有影？啊，你做了敢有关系啊？会啦。讲真诶，我足感谢你诶。我一个有老无厝诶流浪汉，初初来到遮，你们若无看紧我，电到甲送衫互我真大温暖。啊，几领衫尔，无啥啦，莫放伫心肝内。我知影遐个衫是你头家的手画，对你以后遐个囡仔来讲是真重要纪念品，所以我毋才特别感激你。大家有安尼遮做厝边，安尼感激来感激去，敢袂伤过气愤啊？若要论到真哦，是我先感谢你啊。哦，你是讲捡着米菲迄件代志哦？迄是我拄好拄着无啥。毋是米花迄件代志，还搁较早。进前你就捌救过我一摆，而且你袂记食。搁较早，敢有是啥物时阵啊？旧年，有一个深山哪底来耍查某，喊你去到家人，哎呦，无说你弄着一个水果搭，迄水果落到规涂骹。迄个卖水果的讲，若无要赔伊300块，就不爱放伊煞。啊，毋过迄个查某人身躯顶的钱无够啊，结果强要哭出来，毋知要安怎才好。是你当场摕钱替伊解决问题。听你安尼讲，我敢若有淡薄印象诶。敢讲，迄个查某人就是你啊？咱非亲非故，你就遐慷慨，出钱甲我斗3工，我定定咧想讲，毋知敢有迄个机会会当还你这个人情。你惊幸啊！你是毋是感觉足奇怪？迄当阵的我甲即摆我完全拢无共。啊，你是做生意失败啊？我是做人失败，这一切拢是我家己做的啦。啊，著人讲毋听，过坎呛呛行，所以才会沦落到这个码头来照顾你。真的是你啊！我真正是足佩服你的。啊，你一个查某人爱带两个囡仔，勤俭打拼，从来拢毋捌听过你发过艰苦。啊，人说咱说人啊，人说就爱人车。像我囡仔歹命啦，遮尔细汉就无爸爸，所以我搁较袂当看艰苦啊，搁
看做艰苦，你总是爱过啊。怎么了？我这样。哦，好。老早。树啊，这个白面书生缘投哦。树啊，是迄个吴清风较好，还是这个白面书生较好啊？你是讲啥？迄个吴清风哦，飘配有查甫人的气概，这个白面书生哦，斯文又搁缘投，两个比较起来，较介意倒一个啊？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什么介意倒一个？啊，你莫假啊！因两个男是对你有意思，谁哪要逐工甲你接送？就是啊，人生做水吼，就是无共款啊，逐工拢有人相接要接送啊，无亲像咱两个哦，芳水休几罐哦，嘛无人来批判。你莫胡白讲好无？阮自己住厝边隔壁，顺路尔。哎呦，有人介意你，也毋是歹代志啊，怀疑你也无翁啊？你讲煞袂啊？敢袂喙焦？